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咱无来讲别项，咱就来讲立法院所通过大法官提名拢总甲你拍枪。大法官提名拢好决，偏偏修法宪法法庭运作提高了门槛，欠员运作，有影是科马达。咱就来看别国安怎运作因的大法官。今仔日4位专家。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楊泰順。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三位，職業律師羅英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雲林科技大學科法所教授楊志傑。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就在立法院拿筆聯手通過了3大法案修法，大法官的人事案全部封殺。立法院按算今仔日會來個3讀法案送去到總統府，民進黨團表示會針對到這個憲釋法，申請到暫時處分來實現。那邊兩黨伫咧最近聯手通過憲法訴訟法、在會法加選罷法的修法，將進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權的投票。這位被提名人和條件全部封殺，恐驚造成憲法法庭無法度運作。因下立法院按算伫咧25加3讀的法案函送予總統府，依照程序，總統府愛伫咧10天內公布，3天了生效。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表示，賴總統會依法公布。民進黨團批評拿白和行憲紀念日變做非憲紀念日，違憲判決的限制條件比戒嚴時陣還更加嚴。黨團會針對憲訴法申請暫時處分加釋憲。不過，大家都在關心講憲法法庭是不是有法度正常運作？憲法法庭在現有的制度下，8席的成員他們如何來運作，如何來因應舊法新法？我想，我們的大法官們。司法院、憲法法庭，他們會有他們的清楚的判準跟他們的作為。因下總統公布了，行政院若是認為有利害難平的所在，經過總統核可，會當移請立法院復核。外界也關心行政院有倒一寡救濟手段，但講即馬復核無附屬釋憲，攏有考慮，也未定限。因下在野黨是講已經做好相關的應用。不附屬表示行政院長打臉總統啊，是總統公布之後，行政院長拒絕執行哦，這個可就不是說不信任立法院這麼簡單的事情。所以我覺得行政院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來提出救濟手段，我們願意尊重。效忠親德忠，不可以批評黨，否則的話，在我們的眼中，你沒有資格擔任大法官。針對賴總統依法美國在提名大法官的連選，唔過將是靠勢講。只要拿批評執政黨就無資格做大法官，講是大法官新的人選拿出來，一定要引起一波條件過招。記者綜合報道。咱今日先來要用1點鐘的時間要來討論這，相信觀眾朋友在生活當中、日常當中吼，真正的接觸到憲法法庭的機會，其實無互你真正的感受。不過，一寡有關的這個憲法的釋憲。條例，還是講釋憲案，真正影響到你的生活。所以第一，我邀請觀眾朋友來了解；第二，這內面充滿了政治的爭議，有關到民主的運作。這個民主的運作，其他的國家是安怎來救濟、安怎來處理，做一個接受，而且執政黨又個如何來度過這個政治危機、這個憲法的危機。這是第三項吼。首先，我哋先請教到蔡老師吼。是。有人講啊，這個大法官提名吼，這個完全是這個法律的這個專業性啦。所以吼，這7個攏是無專業，才來個好決。但有的人攏無喏，你來看，這個美國的這個大法官的這個提名終身，而且吼
保守的，来提保守的，啊，自由啊开放的，就去提名这自由开放，这本队就充满着政治性。我要先请教着老师，你政治学的，你认为这整个运作是咱要安怎来看待？对，但是要讲因无学识吼，我感觉这点是足含的，因为这个无过的这个司法院长吼，张文金教授，因为我熟悉伊，嘛了解伊的做一寡伊的写的一寡文章啊，迄种国际性的。但是咱的立法委员咧审查的时候讲，伊毋捌听过伊，伊毋捌看过伊，啊，你毋捌看过伊，你嘛伊资料一定有通去送的嘛。所以这个物件吼，你较用心的去了解伊到底写啥物物件，吼，主要伊拢是人权、民主甲宪法，吼，啊，这足清楚的吼。你要审查一个大法官，你爱了解因的资料，哦，当然你会当对大法官过去，哦，因讲的遐话，你嘛会当摕出来摕出来讲啦，哦，你有感觉你有啥物意见，迄种会使讲，但是针对伊正确的资料，你就要先读呢。你毋通无读讲，我无啥捌字啊，哦，你又毋捌写过较啥物较有名的文章，事实上伊有写啊，而且内底佫有一个刑法的甲刑诉，我就莫讲因的名啦吼。只要有法律学者，大家拢清楚，有刑法、有刑诉、有宪法，哦，啊嘛有实务的。这几个吼，我袂当讲因完全拢无基础啦，吼。比如讲要提名，阮即个阮嘛无够价啊，对不对？但是人因的事实上有一寡资料，你拢会当去看，吼。当然你会当表示讲你反对嘛，吼，你无同意嘛，迄是你反对党的责任嘛。但是要人讲人完全无学识吼，这是我是感觉是较含。老师，你的回答当中，你甲意思是讲，其实咧审查的过程当中，并无用专业咧对待，无去了解因的专业。啊，用政治性，但这是可以会使也袂使。毋是，这就是讲吼，因当然嘛有用一点啦，就讲啊，你同意死刑无死刑啦，吼啊，但是干那这点就要来决定讲是毋是我要同意你，甲无同意你吼，我是感觉较含。好，老师，整体来讲，你认为这种否决还是赞成通过？这整个过程是政治过程，还是一个所谓？宪法法庭当中，咱要经过这种专业性的判断。其实我感觉是政治上的手段，政治手段。你提名啥物人，好，我甲你预测啦。伊个后来佫提名另外一批第7个，照常嘛是反对。我讲国民党的部分啦，吼。啊，当然病也有可能无共款的看法。当然啊，无最简单啊，最后是毋是拢爱提名恁感觉好的人选，吼，安尼才会过，哦，是毋是爱安尼？啊，当然那就是政治啊。就算讲伊提名中立的，吼，无政党的色彩的人，伊嘛甲你讲，哦，这拢青。我感觉甲安尼吼，就永远无可能啦。进无步，退无路，就是即届因的做法，伊就是要甲你下的啦，互你无材料去处理这啦。嘿，所以老师，你的讲法，你的认为就是讲，这就是拿笔联手，我就是来挡喺你面头前，要互你宪法，要互你停落来，是这意思。当然啦。啊，杨老师，你认为咧？我看这题目讲得收大条啦，哈。哈。啊，不过这国会咧审查这个大法官的这人选哦，这有这个政治的这因素介入在内底哦，迄是真歹片面的，因为审查人迄寡政治人物，哦，迄寡立法委员，伊本身就是政治人物嘛。你讲伊袂使有这个政治上的考虑，这无可能，迄无可能嘛。哦，咱讲美国来讲，美国安尼200几年起来，伊嘛查侪迄落踮咧审查这个大法官人选的时候，有一寡政治的因素介入在内底。比如讲上出名就是1992年的时阵，这老布希提名一个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伯格对无吼？迄是足有名一个教授呢。结果因为伊一寡文章，互人认为讲伤保守，啊，就甲拒绝。啊，要换一个啥物人？换一个即摆佫踮在位的一个黑人，叫 Clarence， 啊，这人踮咧无做过迄个主审法官的经验，就是因为伊黑人啦，尔嘛。好，咱民主党是讲，民主党是讲要提升伊踮咧即个有色人种内底这形象，就甲通过啊。所以这是真歹片面的一个。当然，咱像台湾，遐尔普遍吼，每一个拢是用政治的即个眼光来甲看吼。我感觉这个小可有较超过啦，哦，那不过你讲要排除这个政治的这个考虑哦，迄是我感觉无啥可能。啊，老师，你讲这用每一个拢用政治的角度去审查去看吼，就小可超过吼。但是即马如果若赖总统要第2摆提名的时阵，你认为伊应该安怎考量？我认为伊应该甲在野党
做一寡参详。小瞧者，爱瞧者，上无你嘛，互在野党知影讲，你是安那要提这个人，你有啥物理由，你有啥物根据，对吧？啊，即届照这个民众党伊提出来伊的讲法，拢无任何这执政党甲因有任何的交叉嘛，对吧？啊，所以伊就踮咧即款情形之下，你看我较细汉啊，对吧？我就要点一寡迄落实力互你看啊，所以有时候就会情绪用事啊，哦，所以我感觉这在位的人、执政的人，哦，迄信箱啊放个开啦。哦，啊，尽量甲在野党，美国嘛是共款啊，一定要甲在野党做一寡参详啊。啊，第二点，咱来讲即寡专业性的问题。政治人物、立法委员无可能有即个专业的能力去审查，讲你有专业无专业啦。哦，这是一定的嘛，因为即个政治人物伊敢若知影选举啦尔，每工搁爱走摊无用稽查，对无？伊哪有可能讲较尔了解即寡人的学术的背景，哦，还是过过去的发表的文章，无可能嘛。迄都要靠外口的团体。来提供你即个资料嘛，所以美国审查一个大法官的人选的时阵，上无有差不多100个以上的利益团体，哦，踮后壁提供即个资料，或即个立法委员、即个国会议员，哦，做即个询答的参考，对无？咱台湾这方面的就干那2-3天就要做一个决定，哦，啊，当然这方面时间就较无够。所以咱这嘛是要学习啦。是啊，啊，罗律师吼。在你来看，这整个过程当中，恁做法律的人，你看到什么物件必须要来改进的？我的看法是讲吼，即马大家咧讨论讲，昨吼大法官这审查吼，这资格安怎？我家己认为讲，这其实是一个假议题啦，吼，因为你甲昨吼，这所有七个大法官人选拢总去互人封杀嘛，吼，你甲这场。哦，拄啊通过的宪法诉讼法，你做阵来看，其实意思就足明显的嘛，伊就是歪下即马这宪法法庭咧运作啊，意思就是安尼啊，所以无论讲昨吼民进党总统伊是提出啥物款人选，无可能通过啦，吼。啊，我即马得到的消息是讲，听讲啦吼，我毋知真也假啦吼，听讲吼即马。立法院已经甲宪法诉讼法已经送到总统府遐去啊，吼，希望讲总统府会先公布宪法诉讼法，吼，但是其他2个法律财化法，吼，像选举罢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还未送去，所以意思就是讲，伊要先把宪法诉讼法先生效嘛，啊，先生效意思就是讲，啊，你就是爱上少爱10个人嘛，吼，所以伊即遍。哦，昨审查伊绝对无可能还过10个人，所以我讲这是假议题啦。因即马就是讲，伊要先瘫痪你宪法法庭运作嘛。好，啊，等总统第2摆吼，伊个提名新的人选出来，哦，过来爱面对是啥？就是9个人吼违宪判决，爱9个人才有法度通过这个问题，哦，这个门槛底下，所以过来爱面对就是这个门槛。好，所以这都是规个拢拍算好啊！哦，这其实唔是常讲这人选，讲是是支持废死吼，还是讲政治立场吼，还是讲伊依照有美国民进党啊无，其实常这拢无关系啦。吼，我的看法是安尼。不过那是第2摆赖总统要赶紧过来报提名，你有赞成他杨老师讲啊就总统你上无你嘛是执政党的党主席啊，你有去瞧一下吼。啊，看会当有桥无桥，尤其你爸，你看你要爱什么人，吼，啊，你若同意，我若同意，我就可能来提这种人，这敢有可能性？我是讲有可能啊，吼，就是讲你执政。啊，那有可能，那头前无爱安尼做？我的意思就是讲吼，你就算讲好第2摆吼，伊提名吼，伊提名较侪中间人选好啊，伊爱面对的是。9个人才会做违宪判决，吼，所以你任何要做违宪判决，伊门槛是足悬的。你就算讲伊提名是中间人选，伊敢有法度真正到达9个人违宪判决这个门槛？这其实做白讲的啊，这个拢通过了，路头。所以这结果就会变做讲，你变做一直为遐空转嘛，吼，你一个政治议题出来，吼，譬如讲要先财化法还是？要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哦，你一个这款这么大的争议出来，啊，大家都是为了咧舞嘛，吼，啊舞一当2当，伊无一定有结果出来啊。
这是伊要爱的效果，吼，伊唔是讲要爱讲啊，我这人选我要爱中间值，吼，要爱有这较中立的大法官人选，这唔是伊要爱的效果。哦，所以律师你反对来对政治性来判断讲，这可能连桥了，无一定桥出来。因为我的看法是讲吼，伊基本上伊宪法诉讼法一规的设计都是有问题啊，所以伊会开引出后面。安尼这条咱小等吼。对外国的这个例，咱来讨论啊。想要请教的老师吼，老师你安怎看讲这摆的提名是如这个赖律师所讲的啊？这个在野党就是挑工要你停落来，敢是安尼？因为咱看了真侪例吼，外国的这个内容当中，伊嘛是三夫之子啊，吼啊嘛是安怎嘛，讲甲真优秀啊，这敢对啊？唔对？好，在多数政府的时期，像蔡英文总统的时期，他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在立法院他民进党掌控多数的时候，都可以顺利通过，所以他并不需要太参考在野党他们可能会反对。但是现在是在少数政府时期，民进党他在立法院确实没有占多数，所以他确实，如果你不去考虑在野党能不能接受这个人，他绝对是没有办法通过。因为事实上在比较各个国家，如果这个行政权拥有提名大法官的权利，但是要经过国会同意的话，他多多少少都要参考国会能不能接受这个人。尤其当你行政权你自己所属政党在国会没有办法掌控多数的时候，你更应该适度妥协。那事实上，在很多的欧洲国家，还有包括南韩，他们的大法官提名大部分要得到国会同意的话，他们都慢慢发展出来说，这个纵使你行政权拥有提名权，你还是要考量到在国会里面政党的比例的席次，然后甚至就会让说例如说，假设我们现在7席的话，是不是就要考虑稍微按照你的政党的比例去分配，几席由你推荐，几席由你推荐，然后大家也彼此看一看这个人选是否能够接受。那么这一次，如果说赖总统呢，他是沿袭蔡英文总统的想法，认为说我不用参考立法院多数在野党的意见，我自己提名就好。当然，因为现在的情况跟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情况不一样，他现在是一个少数政府的状况，所以当然会碰到这个困境，就被全部封杀。是，老师你他安尼讲吼，就产生一个问题哦。那有的人会想讲，你就咧妥协啊，你是安怎？你家己要注意的这个代志啊，这个完全应该是法律专业的考量。你要爱什么人？你是安怎去考量政党比例制？用这政党比例去参人去参详，你这个不对啊！老师，你做一个法律的专业人，你来看讲，这个过程是有正当性吗？参考到政党的比例，这有正当性吗？我觉得是有正当性的，因为大法官他所做的一些判决，往往就会去处理高度政治冲突、政治争议的事件，所以明眼人都知道，绝对有政治性的考量，不可能说我们都是倾向是，他们只受法律的判断，完全没有政治的考量。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在多数政府时期，包括马英九总统时期、蔡英文总统时期呢，他们都可以自己提名谁都可以通过，所以他们就会提名比较跟自己立场接近的人。那么也就延续到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这次蓝白在野他们会要针对这个大法官人士去封杀？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之前国会改革案的时候，宪法法庭几乎把国会改革案大部分都违宪。老师，你也讲到哦，你有赞成赖律师所讲的，这就是在野党挑工的因为通过了这个宪宪法，所以我甲你修正了，我就挑工要你定起来，文化甲你提悬，挑工甲你定起来，你敢有认同？有没有故意要搭配宪诉法的修法，同时来否决？我不确定。但是，就算没有宪诉法的修法，在别的国家，你现在是属于少数政府的时期，你还是要尊重国会国术。所以我假设在没有宪诉法的修法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否决。各位别忘了，监察院有3年半都停摆，
那时候没有要修什么监察法、宪诉法，他就是要说你如果不接受在野党，不考量在野党感受，那我就全部封杀。但是他没有封杀了，他就让你停摆不通过。哦，所以这是应该是两项代志。对。啊，你提名你就要想讲，你要互过也歹过，你做一个主意的人，你要互过也歹过。但是我就要请教蔡老师哦，如果你若是赖总统边仔幕僚，头一摆提名的时阵，你就爱甲头家人讲啊，头家，咱这吼是毋是爱去甲参详一下？还是讲无喏？咱好不容易咧，执政选甲辛苦，咱就尽量甲提，吼，看会过袂过。啊无，即个老郑怡，吼，老大法官，即个候选人，咱来试看觅讲，因为即个是国强老师的好朋友，看是会当过啊，袂当过，用这来试看觅。有人是安尼讲啦，但是嘛有人讲啊，这是咧事后文章啦，是欠考虑较远啊，蔡老师。对啊，只是讲，比如讲你提名这个人选吼，有当时啊你交家己政党的，拢会通常有当时会假投票，还是讲大家参详一下意见啦。啊，这个老正义的部分呢，比如讲啊，那吼反对吼。不过我要讲的是安尼啦，袂使用比例啦，因为大法官已经解说啊嘛，你行政权的人事包括 NCC， 袂使用政党比例，因为这就是伊的权利，伊会当提名这个大法官。你立法院敢有一个权利，就是同意甲无同意。不啦，我讲，他说杨老师是用政党思考一下。无，会当我知啦，要交反对党哦啊，多数大家协调，这会当理解，但是袂当用政党比例，因为大法官已经解说用比例就是违宪。哦，这足清楚的，你若去读宪法，迄个足清楚的吼。啊，因的问题就是安尼，过去检察院拢无，迄就是叫做放讲啦，迄叫做绕空城，就是拢互你袂使运作。哦，因为你如来交我超人选，所以我袂使互你运作。哦，啊那安尼咱国家都差不多拢空城啦，因为干那立法院，所以现在袂当互因摕过这个宪法的诉讼法前啊，足简单的道理。因为你若袂当运作了，以后伊要通过啥物法律，输在伊桥。伊拢讲吼，你看这我国会吼自主的，阮通过啥物法律违宪嘛无要紧啦。但是我会讲吼，即摆我简单讲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赖总统即摆爱做的就是讲，利用现有的诉讼法的规定。只要现有的名额，吼，比如讲现有进村8个，伊的2/3、5个出色，啊来3个通过暂时处分，哦，这法律书拢伫遮。暂时处分就是讲，可以公布这个诉讼法新的，但是我甲你暂时处分先甲你挡起来。等到有一天恁拢通过了、补了，大法官有过的时阵，好，咱较来继续用。但是即摆会当做干呢？其他的手段拢无法度啦，比如讲户籍啦，还是讲。无爱复数啦，迄拢无法度，一定爱公布，吼。啊，佫有一招，最后一招就是用公民复决，吼，就是讲公民来决定这个诉讼法是毋是有合宪。我触到一个最新消息是讲，赖总统可能会启动到所谓的这议制，吼，议制协调啦，就是要叫立法院院长、甲行政院院长、甲总统来叫议制协调啦。是啊，迄无效啦。因为敢若我都协调，早就协调啊嘛。其实最简单咧，伊摕暂时处分，这是对的。爱摕暂时处分，就是互伊通过了，利用即摆的这个法院来暂时处分，就是讲甲挡起来啊。吼，这加迄个假处分吼，这个法律的名词，伫宪法做暂时处分，吼，先甲挡起来。啊，看安那较来讨论吼。其实我讲吼，南北阵营也无想到这点嘛，因有锁到迄个名额的数字啊，因无锁到这个暂时处分这个手法啦，应该是安尼啊。所以还佫有花样多了，对啊。杨老师，你安怎看？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那是一个政治的对抗。啊，你怎么用这法律的定数，安尼来解决政治的问题？这无法度维持这国家的稳定啦，无法度根本无法度维持。所以我无同意讲哦，用这么暂行条例吼，还是讲暂行处分哦，来处理目前的这争议啦。哦，那实在。南北这方面，伊家己嘛了解讲，伊即摆要坚持落去，即摆要坚壁清野，甲你拢讲互你否定吼，伊可能嘛要付出相当的政治代价咯。对啊，嘛要付出相当的政治代价啊。因为咱也知影，咱即摆这执政党是看咱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宪法是真衰小的，知道？伊根本就无咧真正咧尊重这中华民国这宪法嘛。啊，所以过去就定来咧讲啊，这民进党过去就定来讲咱都爱。成立什么第二共和啦，爱修宪啦，爱
重新订定宪法啦，来做一领会使符合咱们台湾人穿落去的西装啦。哦，起码你中国大陆要大起来，这顶西装修大书啦，哈，迄是对这整个中国来讲的啦，所以不适合咱台湾来实行啦。所以你即摆闹到一个程度，那民进党过去都什么公投啦，什么这个全民复决啊，只要是民众提出来的这个议题哦，你嘛无法度讲保证讲后摆民进党袂行这条路，讲无咱即摆交互老百姓来做一个投票，还是讲这宪法明明都较无合理，害我即摆多数选出来的总统，我无法做代志，无咱就咱规个拢甲敲把柄啊！规拢定来啊，定一个新的宪法出来啊，迄嘛毋是讲无可能哦。老师，你讲真严重哦。对南北来讲，民进党嘛有讲啊，无你好大你倒阁啊，我即摆不附属，还是讲我叫总统莫签你，你会当倒阁啊？你南北若是讲照西方的这例子来讲吼，应该是倒阁这议题就交互这老百姓大家来做一个决定嘛。若是讲倒阁以后出来结果，阁是南北占这个立法院的多数，你民进党都要接受啊，对无？你都要接受这个效果啊！你国民党都要有这个价值啊，你都要有这个决心啊！老师，你个鼓吹哦，唔是我个鼓吹啊！你若要做这个代志，要闹成这个政治上的僵局，你都要有这个大量来承担这个结果啊！立营的这个议员内面心内拢有咧想讲。规期转来搁选一摆啊，较紧。我嘛是认为安尼啊，政治的代志都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嘛。老师是不是认为咧？嘿，我同意大多杨老师讲，这其实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啦，吼。是安怎伫台湾会变过遮复杂吼？这都爱当下咱宪法的设计啦，吼。因为你国外你拄到这款政治僵局的时阵，应该方式是安怎？你立法院通过一个法案，行政院讲无法度做，吼，行政院搁送转去，立法院。咱即马的宪法是讲行政院提复议嘛，但是立法院也是外吼，我就是你爱维持原议案，都安尼尔吼，咱宪法都敢规定甲遮尔，但是外国是你也拄到这款情况，你都用倒阁，吼行政院都用提出吼，讲前总统看要倒阁还是安怎吼，大家都再重新检视一次民意嘛，都是安尼嘛，但咱的宪法无这款设计。所以就变做规个僵局伫遐，吼。那虽然是有人讲，就讲行政院长不附属，吼，还是讲总统不爱公布，吼，这款方式，吼。但是这款方式伊较危险是讲，因为以早无这款例啦，吼，无这款宪政先例啦，嘿，所以就是咱嘛是爱考虑讲，你若是一开始做，吼，以后拄到这款问题，嘿，敢拢要安尼做，吼，这是一个你。总讲咱今仔日也是拄到一个人吼，也是像因10月安尼吼，头壳毋知咧想啥，吼，伊敢会讲利用这款政治先例吼，宪政先例来做一寡无好的代志，这无人知嘛。你即摆宪法法庭搁规个去人瘫痪，无人有法度释宪，无人有法度解说讲总统会安尼做啊，袂安尼做，这都规个僵局伫遐嘛。所以其实我是较同意大多主持人讲的啦，吼，就是讲有人讲总统伊即马会提出这院际协调吼，其实院际协调伊是协调袂出什么方式出来，但是伊过来会做的是讲，你院际协调无法度用一个方法出来时阵，总统会请宪法法庭吼来做相关的释宪，暂时处分，嘿，来做暂时处分，嘛是来行去到暂时处分。对，我感觉嘛是爱行这条路啦。哇，杨老师，你认为咧，刷来你的预测？若是要叫你预测讲，刷来应该赖总统是做暂时处分、意见协调，还是规期提权对决、公民互决？你倒一种？也许3个都会尝试看看吧。但是能不能申请暂时处分呢？我今天也看到蔡易余立委认为说，这次修法只修了30条那个判决的部分，没有修43条暂时处分的部分。但是蔡易余立委呢，他没有认真看那个30条的条文的第4项，他有说那个要10人开会9人同意的条文呢，也适用43条的暂时处分。所以也适用43条暂时处分，也就是说你要做暂时处分，也必须要10人凑满才能够做出暂时处分。
而且要做暂时处分的条件，当然了，我们是知道赖总统，我们相信他很遵守宪政法治，他会公布，总统也会行政院长也会附属，所以他这个法会生效之后才能够申请做解释，就会生效。对，先生效再申请处分。那一生效，你再申请了，就适用新法，也就碰到了这个僵局，一样是没有办法做暂时处分。哇，这唔就做到就咱叫做 tautology 哈，即头加尾溜，尾溜加头。不过这看起来就是像杨老师讲的，就是政治手段来解决咯。当然，如果说像你讲的，总统愿意用越界调解权或者越界调解类似的政党协商，其实也许就可以解决。当然，如果总统想要用公民复决也可以，但是我相信他在策略上认为说那缓不济急，但是他也不无可能。老师，恁做法律的人吼，咱来看这张图表吼，顶头咱看了美国、加拿大是德国的日本吼。我所知美国，尤其美国的这个，若是要因的这个最高法院吼要来运作，有当是袂当运作的时候，用一种叫做 equally divided court， 就是讲。你顶头你上悬的，你袂当来处分。我就适用你中级的，你送来的物件，我来承认你这个判决。你认为违宪，我就是甲你当作违宪。这是人美国人有一个 package， 嘛过去长久以来去摕着创啥，去产生一种解决的方式。那加拿大、德国、日本其他的所在，咱以后啦吼。咱来讲，咱公共电视毋是要来冤家啦，咱想讲来出一个头壳，就日后咱要安怎来解决这种拍死界的情形？咱有通好来照行的所在无？我知道律师公会都有提出这几个国家供我们参考，说当他们这个最高法院或大法官选不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国家有用一些替补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边要说明一下，像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是属于最高法院，跟我们的别的国家的宪法法庭或宪法法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的最高法院会处理一般的案件，所以他们的案件非常多，不是只处理宪法的问题，那也就是会处理所有的一般的民事、刑事的最上诉审最高的案件，他确实会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停摆，袂当停，所以他确实会有设计这个制度。你的意思是讲，咱这个法庭停起来嘛，无法管系嘛。目前看起来，全世界如果是专职处理宪法议题的宪法法院，也确实只有德国有这个规定，说他会去避免说，如果新的人选不出来的话，让既有的人先继续做。但是在更多的国家，确实是没有规定，就是选不出来就是选不出来。事实上，目前正在进行是，南韩缺3个大法官选不出来。意大利缺4个大法官选不出来，所以大家会误以为说台湾是特例，台湾是毁宪乱政，全世界没有这么恶劣的情况。其实不是，因为你要国会通过，你如果没有办法获得国会多数的同意，比歹啦。老师，那作为你这法律的人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健全，你也提出来这个解药还是什么？我确实有建议的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的建议的解决方法，我相信。也许执政党他更不喜欢。没啦，老师你讲下就是修法将国会的同意权提高到2/3。那你会觉得说，杨老师你讲这个1/2都过不了，提高到2/3，那不是更不容易过吗？不是，因为1/2呢，总统或行政权会有侥幸心态，他想说我先提名看看过不过再说，我就不愿意跟你坐下来谈。但是如果我们把同意门槛直接变2/3。你没有侥幸心态，你一定要跟在野党坐下来谈。目前全世界有8个国家采取这个2/3的制度，包括你这边你这边列的德国也是采取2/3，所以他一定会去协商，他不会有侥幸的心态。所以就有可能国民党来反弹起来，佫甲你收甲佫较厉害。就我要先问这个大律师，律师你敢有赞同这种想法？其实我的想法是讲咱是安怎？大多主持人讲的，我有赞成啦就是讲是安怎会参韩国还是意大利来比我是感觉怪怪啦因为你参台湾较相像的法律院都是德国啦
那是第二个来讲吼，因其实有讲预防这宪法法庭去人瘫痪的机制嘛，吼，因新的人选无法度出来的时阵，伊是用旧的人选直接继续做嘛，所以唔惊宪法法庭去人瘫痪啊，所以员讲2/3同意啊，对不？因为唔惊去人瘫痪嘛，咱即摆问题是讲，咱的人选卡伫遐，你直接爱面对的第一个代志。你的想法是讲，如果若是会当学到这德国因会将先暂时过来拄一个，那如果这个物件也个修法个修入去，对着杨老师他所讲提高到1/3，意思嘛是共款啊。你反对党你要创这款代志时，你莫想讲，安尼甲补落去，伊嘛是会继续做，安尼无效。不过对着这整个这体制的健全健康，够有帮助。因为我想吼，大家爱想到的是讲吼，咱伫民国11年吼，宪法诉讼法改制吼，以前是叫大法官会议嘛，吼，民国1811年吼改做宪法诉讼法吼，变做宪法法庭了吼，伊的案件是讲以前是法律场连连吼违宪，加人申请大法官释字嘛吼，但是即摆是讲你判决违宪吼，都会送到这宪法法庭去啊，代志变足济哦。所以今麦伫宪法法庭内底有400多件，已经受理啊，吼，已经是受理啊，但是还未判决的有400多件伫遐。哦，这安尼8、9个人补这400多件。系啊，这其实内底99%拢是一般人民的案件。吼，我伫网络面顶我看到有一个路权团体啦，吼，路权团体吼，因都咧讲我今麦案件伫迄宪法法庭内底，因咧去人卡伫遐。什么时阵会出来？唔知，但是这是关系到啥？关系到民众的路权，吼，这款议题，吼，所以这唔是讲拢是政治的问题哦，是400多件内底有99%拢是一般人民的案件，哦，所以你讲你要甲规个瘫痪伫遐，你摕监察院来比，其实我是感觉讲，这比喻吼，你伫民国1811年了这款比喻可能较不恰当啦。所以，阮师，你认为讲这定落来，这对国民党像头仔杨老师的态度嘛是安尼？你按规个拢定落来，你对国民党你本身来讲嘛，无一定有好处哦。对啊，系啊，因为据我所知，这国民党有立法委员，因家己的案件嘛伫内底嘛。嘛有真侪人提就算是也是沈庆金吼，伊嘛有申请这宪法法庭的这相关的案件伫内底嘛，对不？所以拢会影响到啊。是，杨老师吼，在你来看呢，如果你若要甲提注意吼，要做公亲啦，吼，即摆咱来讲做公亲，既然老师较认为讲，这完全政治属性，若要来做公亲，要安怎协调呢？因为即摆看起来，像这个杨老师他所讲的，你著要先生效，生效了后。我著要遵守修正案的新修的这个规定，就无法度暂时处分啊！这条出路不通啊！这要安怎？就要用政治来解决咯。你莫问我我叫民进党的迄个党团的这个总干事什么我歹势，我迄名忽然间想袂起来啊！伊踮咧记者会嘛咧讲啊，伊讲这代咱着看行政院，看咱总统有啥物智慧来解决无？伊嘛唔知影答唔答得倒伊啊！因踮咧即个漩涡中间的即个政治人物，因家己都唔知影有啥物解放啊！要叫阮这老百姓来讲，阮讲嘛是踮咧家己踮咧讨想，所以我头来讲嘛，你若讲政治的问题，你着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你着用解散国会，大家来选一届看卖嘛，看你法度，你即摆即款意见，你即摆即款主张。有法度踮咧这改选的个过程内底摕到多数嘛？你唔知有这民意的这基础嘛？你唔知会使甲这执政者会使来对抗嘛？你即摆家己拢讲你国民党家己无答应甲人做这选举，你互人看衰尾去啊，对无？所以我感觉我一定要行到这个，比如讲也是讲重新做后摆公投啦，头拄蔡老师对讲迄对公投，这嘛是一个方式啊。你即摆这个时间，你提出讲，我们这个问题，留待几个月以后，我们来做个公投。我相信大家都较认真来看这个问题啦。这安尼较贵气哦。
是啊，你愿意协商这是无可能的啦，迄无法度解决问题啦，因为立法院是一个合议制的机构嘛，立法院议长去甲你行政院，伊讲有啥物领导？对嘛，伊嘛无啥物资源，讲倒来会使讲校龄就立法委员要配合伊嘛，连国民党的议员都无一定要配合伊的咧。伊可能嘛叫袂叮当，叫袂叮当嘛，对啊。报委员。对啊，对啊，伊家己嘛惊讲伊若带伊伤济，伊倒来伊可能伊的领导的权威哦都会用挑战啊。所以这伊嘛唔敢讲踮咧协商的过程内底，伊想就做出啥物修改。但是赖总统有唠一句话哦，讲我要用更较大的民主来解决这个纷争。我的解读就是，伊就是往要行这个公民投票这个路线，这就民进党一向以来的这个主张嘛。哦，更较大的民主，蔡老师你安怎看？其实是安尼啊，这暂时处分袂当用新条文的规定啦，就简单的嘛。啊，若比如安尼讲，新条文规定暂时处分，啊，拢爱用新条文，啊，就等于就承认讲，这个条文有违宪的部分，你就要先实施，吼，这款申诉了有问题，才会当申请解说。啊，过去这个立法院的这款申诉法就是还未实施嘛，最简单。当然，咱的宪法的诉讼法内底规定是这款实施，迄是抄德国的啊。但是这是唔对的，因为已经违宪啊嘛，要请总统来立法院质询，有可能这就是违宪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一定要用旧的迄个条文啊，无可能讲佮用新的吼，啊来甲当你本身家己即个条文吼，互伊莫实施，无可能是安尼。法律解释嘛，无可能是安尼啦吼。啊，你迄个杨老师讲的是有道理啊吼，因为选举足贵的嘛，大家拢知嘛。你若重新选举，佮等于选，吼，莫讲国民党啊、民进党嘛共款啊，区域的拢足贵啊，伊无可能佮等于选啊，吼，无可能佮等于选啊，吼。啊，若是用公投，过去国民党嘛提足侪公投案呐。吼，包括冬季啊，是包括什么美的即公投，啊嘛是有诶有过，有诶无过啊。吼，因为即个门槛无介悬啊。吼，你若甲一个动员吼，达1/4，我会记伊是1/4。1/4。老师有赞成？我当然嘛是赞成啊，但是来你注意哦，因等你还未投诶时阵吼，伊佮甲你修改公投法，来1/4上少。吼，啊，其实杨老师建议诶2/3，某一个听众来看是无毋对啦。但是会少数的后果，啥意思？就是讲1/3人伊会决定这大官啦。吼，这个问题出伫遮。啊，美国、甲法国、甲德国这3个国家，美国是9个，5个同意就当解说；德国16个是8个，法国是9个5个，大家拢是1/2啦。因为你甲创啊2/3吼，这真悬呐。啊，少数迄几个大法官伊就反对，啊，规个拢免判。因为我就这个。真细，我做了真侪功课来看吼，因咧解说这物件，平是保守倾向的这个大法官吼，伊对某一种 case， 伊无一定会同意，大家拢共款哦，所以伊要做较有志一动吼，其实是真麻烦哦。对，你看10个出席9个同意啊。哦，我是做实务啦，我无这个赞成反对的立场，我是看这实务顶头，这平拢是这保守。倾向的这个法官，伊对某一种议题，伊特别在乎。啊，有诶就讲袂要紧啊，放开。敢若一个立场内面就4、5种想法，所以若要创较2/3，我想这个在实务上是毋是有这个可能性？我要先，这个吼，我先请教了杨教授吼，就是讲实务上，这在世界各国做了安怎？有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讲无，这就是吼整个国民的智慧，大家提升了后，才有可能实现。老师，你安怎认为？好，世界上呢，虽然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说以出席人数的1/2算是通过，但是比较有名的2个国家就是南韩跟捷克。南韩是要求出席总人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然后捷克是要求3/5才能通过，那么我们这次修改定为9个人，就是3/5，就是学捷克的条文。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通过的门槛比较高？注意了，他不是说所有的判决都要2/3、5/3，他说大部分的判决一样是1/2，但是你若要认为违宪的，你一定要提高门槛。那为什么要违宪的要提高门槛呢？当然，以某程度就是要尊重国会多数，因为你司法权要去推翻国会多数通过的法，这个总是会有民主正当性的
质疑。当然，也许有的国家认为没有民主正当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过去在历史上，我们有长达63年的期间，我们过去就是采取要3/4出席，3/4同意，后来改成2/3出席，2/3同意。也就是说，要求要超过1半的人才能够通过违宪的认定。我们长达63年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是直到111年宪法诉讼法通过，才把门槛降到。过去63年，咱基本上无咧行宪嘛。哦，不是，事实上我们都会说，过去的很多解释都是促进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从威权慢慢转型到民主，也保护人权。我们不会说只有这3年大法官才做了人权保障、民主促进，那以前的几十年都没有做事吗？我们不会这么说，其实也都有做事，而这个，但是它不会有太过躁进的决定。那么当然啦，像这次的死刑，说实质废死的这个判决出来，大家就会觉得说，也就是因为各种因素加上可能是1/2门槛就太容易通过了，所以就做成了这样实质废死的判决。那以前呢，也许它的门槛较高，也就不那么容易做出这个太过超前的。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它也许对现在主流民意来讲，它有点太过超前。好，那就有点走太快。老师，这有超前无超前，真侪人还佫无同啊意见啊。我主要是要问讲，煞来，老师，你认为你有赞同这杨老师所讲，无就规期大家夫妇的拢来定选，制造一个较好的这个局面，再来一个才冷静落来，再来检查。老师有同意吗？我觉得也许重选也改变不了结构，因为我们也没有采取2轮投票制，所以还是有可能3党没有一个政党都有办法过半。所以重选之后还是3党不过半的话，少数政府的结构依然存在，不管这个少数政府是谁当少数政府。这就宿命啦，这就咱台湾宿命。老师，这个台法官会议啊，台法官会议还是讲这个宪法法庭咧通过这个门槛我是感觉爱较悬的啦不管是2/3、3/5，一定爱比这2/2较悬。我的理由是安尼啦，因为你讲摕美国来比啦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伊敢若过半数会使通过嘛。咱看美国一个总统，像这川普顶一任，伊会使任命3个这大法官，是真稀罕的呢。因为美国也包括以终身制嘛，拄好拢过身，退休来讲退休对无？伊才有这总统才有机会去任命这个大法官嘛。所以总统伊个人的意志要去影响这大法官会议，还是讲这最高法真困难啦，爱等几落年啦，等几落年大家拢时机到了对，咱会使提出甲伊的想法共款的人，才会使讲踮咧这最高法院会占着多数嘛。咱台湾毋是啊，你看即届提出的总统提名就7个啊，就要一半对无？你若讲过半数就可以通过，即摆这总统摆伊拢提伊甲伊思想甲伊共款的人去做这大法官，摆伊若要啥物迄落，拢会再透过这大法官啊，这个国会通过的法，甲你封杀掉，安尼咱这民主的这基础踮咧倒去，对不？所以咱这体制，咱大法官有任期嘛，8年嘛，所以拄着以后的总统，比方要任命这一届要任命7个、5个、6个，这机会拢真多啦。你若机会遐多，你咧当然你通过这个违宪的审查，你的门槛都要较扣悬嘛。无你就拢一寡总统就踮咧拢教育艺术在行小到变啊制衡啦，对无？是，律师你安怎看？其实我昨伫这立法院的网站面顶看到一个这历史的文献我感觉真特别这是民国102年的时阵国民党的委员吕学章、杨琼英嘛是现任的立委因迄时阵针对宪法诉讼法提出的草案迄时阵内底就是讲违宪判决2/3出席，1/2同意啊。因家己提的草案内底就是安尼写伊的立法理由内底佫讲因为现行法就依在法律迄时阵是2/3出席，2/3同意因立法理由面顶讲，因为迄时阵
运行上有窒碍啦。好，讲2/3出席，2/3同意，会造成运行上有窒碍。好，所以案件审结不易啦，案件做歹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因要甲伊修做2/3出席，1/2同意。好，这是迄时阵国民党的提案。好，张家俊委员、赖世宝委员，拢也是即卖委员，因迄时阵拢有联署。哦，所以就是迄时阵的国民党，伊嘛是赞成讲1/2同意，都因伫个啊。是安怎要设立制度安尼？都是我打电话讲的，因为迄时阵宪法诉讼法修正以后，变做讲你一般的判决，只要是违宪，哦，迄当事人拢总应该宪法法庭来申请。拢爱上去到遐。对啊，所以伊的案件会变做济，哦，这是攸关所有全体人民的权益。哦，所以你不能够用2/3遐尼悬的这几个门槛底下，因为安尼就会变做大多蔡老师讲的，你少数你的制约多数，会变做这款结果出现。哦，若是讲迄以早戒严时期，谁人要定到遐悬？哦，其实大家拢知嘛，因为迄时阵行政权伫国民党手内嘛，立法权嘛伫国民党手内嘛，万年国会嘛，所以立法权、行政权因弄出来的法律，哦，比如说。减速流氓条例，迄后来拢去人宣布违宪啊，但是因迄时阵无希望去人宣布违宪啊，所以就定到足悬的嘛。伊无希望讲你司法权总是较歹控制嘛。哦，伊无希望讲有啥物差错哦，就变做讲去人宣布违宪嘛。所以才定到遐悬嘛。所以第一，观众朋友头仔应该有听到罗律师甲杨老师所讲的吼。第一，这内面即摆已经有400外件踮咧塞车，吼。啊，是毋是爱用2/3来通过？这大家来思考。啊，尤其他杨教授也讲，毋是逐项案件拢爱用2/3，那有违宪的这个勘度。但是我看真济动不动就讲我这个违宪哦，吼，所以这有诶嘛是去起掉哦，哦，这我来请蔡老师，蔡老师你敢认为讲，你还是坚持讲这1/3会去制约到这个度数？一定的啊，吼，因为即摆有差不多7成案件是交人民权利有关系，而且过去是敢若解说讲迄个法律条文是违宪，即摆有可能会当重启迄个案件的部分，就是有一点仔牵涉到第四性啦，吼，我会理解啊，吼，啊重点就是讲吼，你若互伊拢袂芳的话，是毋是？其实大家拢受到影响嘛，吼，咱毋通怨妒啦，因为马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嘛是共款啊，我嘛会当讲你这只大法官拢你提名的啊，吼。啊，大家就是要紧，伊有这个权利，啊，伊提名伊感觉介意的人，包括汪小玲的翁嘛是大法官啊。啊，比如讲因翁写的意见书，阮来讲哦，这汪小玲翁写的，咱莫甲遵守，袂当安尼啊。因翁写的，不管什么意见，咱就遵守最后这个结果。吼，啊，你若要把这个就是规道拢甲变过的时阵，永远就无法度运作啦。吼，永远无法度运作，所以我爱考劝汪小玲。这个委员吼，其实大家互相参考啦，吼，唔通感觉讲哦，这个一定是爱安怎拄安怎啦，吼，恁要坚持这个意见，其实对恁党嘛一定有伤害。杨老师讲，蔡老师，系啊，我必须要问上尾吼，大家简单来甲我回答啊。做一个当家做主的赖总统，吼，伊明明白白，伊就是这个事主，恁有啥物建议啦？对。我感觉吼，人选的部分吼，是毋是爱加上尾把党内爱协调啦？吼，这就是上重要的吼。啊，交反对党嘛会当大家参详，但是因袂听你的吼，我会看吼。袂听你的，我认为讲即摆已经这结果已经出来啊，吼，啊，都你提名这7个拢有好决啊嘛，吼。所以咱赖总统都要重新来提名，啊，都要提一寡讲各方面的人吼，各政党的人，拢会使较接受的人啦。啊！你提名以后，你就主动去甲即寡在野党吼来做参详，吼来做讨论，吼安尼才使互你的这人事权会使顺利来通过啦。是，罗律师。我认为嘛是爱行这暂时处分这条路啦。哦，嘿。啊，那赖总统提名呢？你敢有啥物建议？这方面我是感觉讲其实影响无大，嘿，赶快。那有教授咧？我建议赖总统一定要政党协商。提出可以获得国会多数在野党支持的人选。啊，你敢会想讲，让批评讲啊，你受过咧巧啊？安尼敢好？别的国家都是这样。对啊，林书的代志本来就爱巧啊。蔡老师，你敢有
你敢有同意？啊，所以就是爱提名较济啊，7个内底提名4个嘛，伊的意思是安尼嘛，就是讲提名4个，7个内底爱4个国民党支持的啊，这逻辑是安尼。无4个支持，有可能讲其中有2个、3个，阮会当同意。不，就是国民党支持的人啦，应该会投啦。啊，迄3个伊个，你讲这毋是我的，我甲你好管吼，嘿，伊特别安尼。还有白啊，就亲像即摆是安怎产生即个遮大问题？白讲我敢若1色啊，啊我当比例1色尔，啊咱对一个。所以我讲，这自私一分啦，吼，简单讲是安尼。啊，若有人出这个主意讲，无咯，我就甲白来协调就好啊。那白这8票吼，拢伫我遮吼，我就稳当当啊，我就免插国民党啊，敢有这种想法伫个？恁即摆注意力拢下这国民党迄个安怎反应啊？咱唔通袂记哦，即个民进党嘛按罗总统提名的人，规个拢较好管哦。